的面前，敬拜你的圣名。主啊，愿你洁净我们的心，除去一切的忧虑与重担，使我们专注于你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。愿圣灵此刻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开我们的眼，开我们的耳，使我们能听见你的声音，感受你的同在。主啊，愿今天的敬拜、诗歌、祷告与信息都成为献给你的馨香之祭，求你悦纳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平安，请起立，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。如果你的身体会不舒服，或者是不适合久站，随时都可以坐下哦。现在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前，用我们的身心灵来敬拜神。我来到你面前，全心向你呈现，耶稣，你是如此爱我，我单单属于你，转到你面前，全心向你呈现，耶稣，你是如此爱我，我单单属于你。主，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，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，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，唯有我的心，我唯一祷告，唯一的呼求，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，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，来完成你旨意。我来到你面前，全心向你呈现，耶稣，你是如此爱我，我单单属于你。主，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，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，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，唯有我的心，我唯一祷告，唯一的呼
圣经上说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大大充满。我们一起来开口，向神来倾心吐意。我们一起，不管你要用歌唱的，或者是让祷告的方式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因为你的恩典实在够我们用，甚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主啊，在顺利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你；在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来敬拜你，因为你永远不改变。主啊，我们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求圣灵来浇灌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再次被你的爱点燃。如果我们冷落了，主啊，求你点燃爱火；如果我们软弱了，求你重新坚固。我们愿意降服。主啊，谢谢你的同在，求你触摸我们，医治我们，恢复我们，愿这喜乐平安留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带来你的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里献上我的心，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，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，唯有我的心。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18篇第1节，请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14到15节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。我们一起来全心来赞美。发出声音来赞美你，因为你本为善，主啊，你配得极大的荣耀。感谢全心赞美，进入你的院，全心颂赞，献上为祭，是最纯的果子。在你里面一无挂虑，喜乐满溢，常常感谢，不住祷告，盼望在于你。我要
全心赞美，跳舞颂扬你名，在明天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全日，我要全心赞美，赞美还要赞美不停，敌人逃避，欢呼声永不息。我要全心赞美，跳舞颂扬你名，在历练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，我要全心赞美，赞美还要赞美不停，敌人逃避，欢呼声永不息。我要全心赞美，跳舞颂扬你名，在历练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，我要全心赞美，赞美还要赞美不停，敌人逃避，欢呼声永不息。把赞美归给上帝。诗篇第27篇第6节说：“现在我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，歌颂耶和华。”我们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，乃是因为君王就在这里。圣洁耶稣，你宝座在这里。哈利路亚，你荣耀在这里。圣洁耶稣，你宝座在这里。哈利路亚，你荣耀在这里，君王就在这里，我们欢人献祭，拥戴你为王，荣耀都归于你，
再次来到你面前，献上我们的赞美，因为你。